你现在看到嘅係南浦地區哦，第45屆6隊運動會，稍早還有後日2日將會在屏東主天國中嚟舉辦哦。韓家在今日早先就已經進行了點心火嘅典禮。雖然講天氣溫度係凍冷，不過表演團體還係經3萬裁判哦。兩百屆6隊運動會係有2多嘅創意，甚至第一排有主題曲哦。不過下打算嘅係嘅現象，因為隨在衝擊冇辦法參加。對中醫池點錯主鄉，個點錯6隊運動會嘅主勝負，主辦鄉、主田鄉長、個將府、本島各隊代表，大家共下哪輪火把，走出中醫池，對亞家嘅將6隊精神傳出去。接下來，勝負差10多個廳點，由各鄉鎮代表亞輪勝負來贏解，同時也應提醒鄉親，拜六禮拜要記得參加6隊贏100嘅勝會。第45屆6隊運動會，本旦去年深夜6日舉辦，沙渡到800太水，嘉東屯甲縣蘇昌陽村鼓手揚起。嘉東鄉親講，韓國來嘢，使得參加一場勝會非常歡喜。不過甲縣則還係無限體重間，無法度參加。劫後重生嘛，因為好嘢兩張嘢啦，我哋鄉受盡辛苦，哦，為了救災是蠻辛苦的啦，幾乎兩個月都沒有休假嘛，因為以後都有參加6隊運動會，嚟感覺真容易。其實我哋一度在其嘅鄉鎮工作吼，其實伊哋咩個願意來參與嚟發通。不過因為伊哋啲人嗰度重慶嘅工作我冇做好啦。一切因為以重慶工作為優先，嗰時一擺我哋甲縣鄉又冇參與啦。因為講先同重慶嘅事情做好，也喺我哋太妃也可以體諒嘅地方。現時主田國中嘅準備工作都差唔多嘅，讓村一些的布置布擺，韓國聽過你愛表演嘅團體睇3萬裁判，有5-9歲嘅媽媽，也有女僕嘅後生人。聽過你因為要幫大家輕鬆嘅開幕式，希望幫大家感受6隊嘅發力。韓國請希望嘅如係聽過你，是得有好天使。下個新聞蔡依聰、吳湘平、吳依勇，屏東報道。